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 (MES Workstation) 製造執行系統 (MES 工作站理論)創建一個 job order 並發布佢。通過喺 Navigator 中選擇 File Switch Responsibility 嚟更改職責，你可以選擇 MES Administrator 管理員、MES Operator 操作員、MES Supervisor 主管。如果選擇 MES Supervisor 或者 MES Operator， 請使用啟動頁面上邊嘅 Organization M1 同埋 Department XXMFG 訪問工作站。喺 Workstation 工作站頁面嘅 View Options 查看選項區域中，使用 Department XXMFG 部門 XXMFG， 然後選擇你嘅一個資源，以顯示 Job Order 工序。喺 Dispatch List 區域入邊，喺 Actions 列表框中選擇各種任務，然後選擇高以顯示工序頁面，例如 Move Assembly、Reschedule Operation 同埋 View Job Detail。離散製造嘅 MES 簡介，基於用戶角色嘅應用程序。MES Administrator 管理員用於配置參數，用於控制組織或部門級別嘅行為，以及基於角色嘅用戶級別嘅操作。Related to Actions 可以配置為按鈕或選項列表。MES 操作員工作站提供單一界面嚟執行多個車間功能，而無需導航到多個交易窗口。車間操作員可以查看分配俾特定工作中心嘅 Job Order， 查看執行工作嘅要求同埋説明。MES Supervisor Workbench 係主管查看車間進度同埋潛在問題嘅起點，呢個包括車間狀態同埋車間工作流程嘅例外情況。MES Supervisor 職責包括兩個選項卡式區域 Dashboard 同 Supervisor Workbench， 程序將喺 Dashboard 視圖中打開，並顯示有關未結異常同車間進度嘅信息。Supervisor Workstation 選項卡顯示派單列表，你可以喺唔修改底層代碼嘅情況下，個性化應用程序頁面。所有個性化設置都添加到基本產品之上，唔會覆蓋現有界面。個性化設置會立即反映喺頁面上。分派列表 Dispatch List 分派列表 Dispatch List 係工作隊列中所有 Job Order 工序嘅列表，係工作站嘅起點。你可以靈活咁查看一個特定資源或者資源實例，跨多個資源或者部門或者整個組織嘅分派列表，查看選項同埋內容，由管理員模式下嘅參數設置自定義。呢個包括當前或者計劃工作嘅標準，以及列表上顯示嘅順序。異常報告 Exception Report 對於阻止 Job Order 工序工作嘅事件，將報告並顯示異常。事例包括材料短缺、勞動力短缺、機器停機或者質量問題。當你收到有關異常嘅通知時，你可以查看受影響嘅其他 Job Order 工序，並喺解決方案中執行工序，例如利用備用資源。全局工序可以包括啟動 Resource Workbench 並啟動 Job Workbench， 查看績效指標，訪問 Oracle Daily Business Intelligence for Supply， 打印離散 Job Order Routing， 報告資源使用情況，推出面向離散製造嘅 MES， 顯示嘅詳細信息由登錄信息嘅具體情況決定。你可以查看整個組織或者指定特定部門、資源、員工或計算機。喺 MES 工作站當中，第一個顯示屏係 Dispatch List， 分派列表顯示工作隊列中嘅 Job Order 工序。從呢度你可以記錄交易或訪問車間工作嘅其他頁面，並處理特定 Job Order 嘅時間，將記錄喺 Clock Action 字段嘅 Dispatch 列表中。喺 MES Supervisor Workbench 中，主頁顯示所有異常嘅摘要，已關閉同未結異常嘅圖形視圖、車間進度視圖以及可用全局工序嘅列表。 Exception Summary 異常摘要區域顯示按類型分組嘅 Job Order 上未解決嘅異常嘅摘要。 MES 基於用戶嘅角色 MES Administrator 管理員設置同埋配置參數同埋顯示，能夠喺多個級別配置參數站點、角色、組織、部門。 MES Operator 操作員使用生產任務嘅派單列表同埋工作內容顯示，能夠上班、下班、打卡以捕獲實際時間，執行生產工作，例如材料同埋移動交易記錄，能夠報告車間異常。MES Supervisor 主管
查看車間嘅當前狀態，包括具有向下轉取功能嘅異常摘要視圖，評估異常影響並創建解決方案，加快 Job Order 功能。管理員角色，管理員導航到 Manufacturing Execution Workstation Parameters 頁面，喺多個級別配置參數、站點、角色、組織、部門。此頁面包含27個參數，用於控制用戶界面佈局、內容、系統行為同埋安全性。頁面嘅查看選項同埋內容由參數設置自定義。Workstation Parameters 頁面顯示參數列表嘅表格格式視圖，以及所選級別嘅值。操作員嘅角色，操作員嘅 MES 工作站包括一個選項卡式區域，該區域喺 Oracle Work in Process 之上，提供製造執行系統 MES 功能。佢提供咗查看工作分派列表，然後導航到多個事務窗口嘅功能。車間操作員可以查看分配俾特定工作中心嘅 Job Order， 查看喺工作站上執行工作嘅要求同說明。MES 操作員嘅職責包括查看工作隊列中 Job Order 嘅分派列表，查看 Job Order 組件同埋說明，執行喺製品事務，包括移動、完成同埋裝配報廢，記錄質量結果。如果冇辦法處理 Job Order， 則報告異常。分配批號 Lot Number 同埋序列號 Serial Number。主管角色 MES Supervisor Workbench 係主管查看車間進度同埋潛在問題嘅起點。呢個包括車間狀態同車間工作流程嘅例外情況。MES Supervisor 職責包括2個選項卡式區域、儀表板 Dashboard。主管工作站程序將喺 Dashboard 視圖中打開，並顯示有關未結異常同埋車間進度嘅信息。Supervisor Workstation 選項卡顯示分派列表。從呢2個選項卡中，你可以導航到 Global Actions， 以了解更多信息。配置工作站，工作站上邊嘅數據顯示由喺工作站參數 Workstation Parameters 頁面上選擇嘅首選項控制，喺 Administrator 角色中導航到 Manufacturing Execution Workstation Parameters 頁面，並選擇參數級別。每個級別都需要具體信息。網站冇其他相關字段。角色負責人，即係 MES 操作員或者係 MES 主管。組織角色同埋組織字段。部門角色、組織同部門字段。Workstation Parameters 工作站參數頁面顯示參數列表嘅表格格式視圖，以及所選級別嘅值，由以下幾個顯示選項。僅使用值列表中嘅一個值嘅參數將顯示所選值。如果佢哋派生自較高級別，則顯示 Inherited。使用值列表中嘅多個值嘅參數顯示 Entered。如果佢哋派生自較高級別，則顯示 Inherited。選擇 Update 圖標以顯示單個參數頁面。你可以喺參數詳細信息頁面上查看或更改信息。工作站參數下面列出咗控制 MES Workstation 同埋 Supervisor Workbench 上嘅工序同埋顯示嘅幾個參數。自動 Job Order 轉換控制 Job Order 喺工作內容頁面上嘅顯示。選項包括 Yes， 完成一個 Job Order 工序之後，如果完成 Job Order 工序中嘅全部數量，則會自動選擇下一個可用嘅 Job Order 工序。No， 系統返回到工作內容頁面，結合上班同埋上班打卡按鈕，使你能夠組合上班同埋上班打卡以及下班打卡時間條目嘅工序。該組合用於只有一個員工喺工作嘅環境。Dispatch List Ordering Criteria 指定調度列表上顯示嘅字段同埋順序。全局工序指定喺 MES Workstation 同 MES Supervisor Workbench 中顯示嘅工序。就緒狀態條件指定已經下達。Job Order 幾時準備好喺車間工作？選項包括 No Exceptions、No Shop Floor Status、As Assigned 同 Quantity、In Queue 或 Run。工作內容工序指定工作內容頁面上可用嘅工序列表。工作內容佈局指定頁面同埋選項卡區域喺工作內容頁面中嘅顯示方式。工作站參數查看調度列表。分派列表係要處理嘅所有 Job Order 工序嘅列表。根據特定部門、資源實例或呢啲值嘅組合，使用 Dispatch List 可以執行快速移動事務，並訪問其他頁面以執行同查看事務。此列表基於指定時間範圍內嘅工序計劃時間，呢個包括當前除報廢同埋拒收之外，
所有步驟中具有裝配數量嘅 job order 工序，以計劃除報廢同拒收之外嘅所有步驟中具有裝配數量嘅 job order 工序，以及計劃時間喺該時間範圍內嘅所有其他 job order 工序，將有喺時間範圍內喺佢緊接嘅上一個計數點工序中，喺 queue、run 同埋 to move 步驟中具有數量嘅 job order 工序，顯示係可修改嘅，提供篩選、排序同埋分組。該列表嘅格式為表示圖，列表中嘅列顯示有關每個 job order 嘅信息，呢個包括計劃嘅開始同埋結束時間、組件名稱、客戶、job order、準備情況以及組件同埋資源可用性幾個參數，用於控制分派列表上顯示嘅信息。默認派遣列表類型確定工作站打開時，最初顯示喺列表中嘅 job order 類型。選項包括顯示車間嘅當前工作，或顯示當前工作同任何計劃嘅 job order 工序。Dispatch list ordering criteria 指定列表上顯示嘅屬性字段。Dispatch list working order 確定列表上顯示嘅 job order 順序，即 any order 或 first ready。Include the full quantity in the dispatch 提供咗喺要移動步驟中包括具有數量嘅 job order 工序嘅功能。Include job status 指定所顯示 job order 嘅狀態類型。查看調度列表。當你導航到 dispatch list 時，將顯示默認調度列表，其中顯示由登錄值嘅具體情況確定嘅默認詳細信息，以及用於選擇篩選條件嘅區域，或者你可以喺 View Options 查看選項區域中為 Resource Instance 實例，選擇篩選信息 Dispatch List Type 調度列表類型同埋 Dates 日期，選擇要處理嘅 Job Operation 以顯示 Work Content 頁面。你可以喺呢頁面上執行快速移動交易，呢個使你能夠喺一個工序中移動數量並為喺一個工序中執行嘅多個 Job Order 工序創建移動交易。查看工作內容 Job Description 頁面顯示多個區域，具體取決於你喺工作站參數頁面中設置顯示嘅方式。Job Properties 區域顯示有關 Job Order 嘅信息，包括 Job Order 編號、描述、程序集信息、狀態以及計劃同完成日期，仲會顯示 Clock Information 時鐘信息。如果此 Job Order 鏈接到銷售訂單，則銷售訂單同客戶信息將顯示喺 Sales Order 銷售訂單區域裡面。如果喺彈性域記錄中輸入咗任何指定異信息，則會顯示 Additional Information 區域。你可以設置 Instruction 區域，以便按順序顯示執行工序所需嘅指令。另可以導航到頁面以執行工作交易，並查看當前工作嘅員工。Job Order 工序可用工序列表設置咗 Job Operations 參數。可用工序包括以下嘅內容：分配備用資源、Clock In、Clock Out 同埋 Undo Clock In， 將 Job Order 工序標記為已啟動或已結束，使你能夠記錄時間輸入嘅資源費用。Expedite 同埋 Undo Expedite 任何 Job Order 工序都可以移動到分派列表嘅最高優先級。計劃嘅工序開始同結束時間唔會更改，工序將喺顯示屏上移動，以使其突出顯示。Job On 同埋 Job Off 當多個員工正喺度處理單個 Job Order 工序時需要嘅 Clock 工序嘅單獨工序。此工序將 Job Order 工序標記為已啟動或已結束，從而啟用時間輸入嘅資源費用記錄。移動裝配體、快速移動同埋完成裝配體、廢除裝配同埋報廢裝配、重新安排工序同撤銷、重新安排工序、查看異常同埋報告異常。當生產線上嘅工作停止嘅時候，會報告異常。當收到異常通知嘅時候，你可以查看受影響嘅其他 Job Order 工序並採取措施。Return Assembly 退回組件 ，Return from Scrap 從報廢中退回，同 Return from Reject 從拒收退回。交易組件查看任務信息，有關任務同工序事務嘅詳細信息。請參閱以下頁面查看任務詳細信息、查看任務事務、查看工序事務、查看相關任務同查看工作內容。更新注釋可以喺更新注釋頁面上更新喺 Job Order 事務期間創建嘅注釋。移動工序同埋裝配體，裝配可以從一個工序同埋工序內步驟移動到另一個工序同埋工序內步驟，
並喺工藝路線內前後移動。你可以組合移動同報廢等交易，以及移動同埋拒絕，呢個你都能夠一步完成交易。此選項喺 Move Option 參數中設置快速移動。快速移動使你能夠喺一個工序中移動數量，默認所有必須嘅值。佢仲提供咗一種喺一個事務中移動多個 job order 工序嘅方法。對於快速移動選項，默認內部工序步驟參數，確定移動組合嘅下一個工序嘅內部工序步驟。當前工序中嘅裝配數量唔能夠位於排隊、運行或者待移動嘅多個工序內步驟中。對於快速完成同報廢交易，如果組織需要報廢科目，請定義默認報廢科目。呢個喺 Default Scrap Account 參數中設置嘅。使用強制性質量收集計劃時候，快速移動唔適用。你可以為快速移動選擇多個記錄、移動工序同埋裝配體。此頁面顯示 Job Order 信息，包括 Job Order 編號同埋描述、操作員以及組件編號同埋描述。如果交易數量大於 Job Order 數量，請啟用 Over Complete Assemble 複選框，喺呢啲嘅頁面上選擇其他值以完成移動交易，例如 Operation Sequence 工序序列同埋 To Operation Step 到工序步驟字段。喺交易區域中，喺移動同報廢字段中選擇適用數量。你可以喺 Note 區域中輸入事務 Reason、Reference 同埋描述性文本。如果你嘅環境中使用咗自定義嘅描述性彈性域，就會顯示 Additional Information 區域，喺呢區域中輸入你嘅信息。如果唔使用自定義信息，就唔會顯示此區域。選擇 Finish 完成，以完成移動事務，或選擇 Continue 繼續，以輸入有關手動資源同質量計劃嘅信息、移動工序同埋裝配體。當你選擇 Continue 嘅時候，將顯示 Move Assemble Detail 頁面。呢一個頁面用於記錄手動類型資源、輸入收集計劃信息以及反沖批次同序列號控制下嘅組件。喺 Manual Resources 區域中，你可以選擇通過選擇 Retrieve Non-Labor Resources 嚟添加計算機資源 Quality Plans 區域，用於記錄收集計劃數據，並訪問 Quality Workbench 上嘅 Enter Results 頁面。反沖組件區域顯示批次同埋序列控制下需要反沖嘅組件。完成裝配件。查看資源喺 MES Workstation 同埋 MES Supervisor Workbench 嘅多個頁面上都可以查看資源信息。喺呢兩個工作站上面，你都可以使用分派列表嚟查看一個特定資源、跨多個資源或部門或者整個組織。喺 Supervisor 工作站上 Shop Floor Progress 區域顯示一個單獨嘅區域，用於顯示車間中嘅 Job Order、機器同埋人員嘅狀態。有指向 Dispatch List 嘅鏈接。查看 Job Order 處理頁顯示特定 Job Order 嘅各種 Job Order 處理嘅區域，包括移動、資源同材料處理。View Job Details 查看 Job Order 詳細信息。頁面顯示每個工序序列同資源序列嘅資源，包括實例、基礎、使用率同日期。查看同埋創建異常。報告異常嘅時候 ，Job Order 唔可以用於生產。通知將發送俾相應嘅收件人。當收到異常通知嘅時候，你可以查看受影響嘅其他 Job Order 工序並採取措施。喺 MES Supervisor 職責之中，程序將喺 Dashboard 視圖中打開並顯示 Exception Summary 異常摘要區域，顯示按類型分組嘅 Job Order 上未解決嘅異常嘅摘要。選擇特定記錄嘅鏈接儀，訪問 Exceptions 例外頁面。Reported Exceptions 圖表顯示7根時間範圍內打開同關閉嘅異常記錄嘅數量。Shop Floor Progress 區域顯示兩個選項卡 Capacity Shortages 同埋 Current State。 Capacity Shortages 容量短缺選項卡顯示瓶頸資源嘅潛在容量短缺，由 Capacity Shortages 容量短缺嘅資源參數標識。Current State 當前狀態選項卡顯示所有打卡 Job Order 工序嘅實時視圖。解決異常可以為任何或所有受影響嘅 Job Order 創建相同嘅異常。可以使用各種解決方案，包括更改工序狀態、重新安排 Job Order、分配備用資源或訪問 Scheduling 同 Resource Workbench 嚟解決問題。當你選擇例外記錄嘅時候，將顯示 Exception 異常頁面可以從 Exception Summary Region、Dispatch List 同 Work Content 頁面
訪問此頁面。該頁面分為摘要區域同詳細信息區域。摘要區域根據異常類型顯示程序集、運算符、日期、異常數同埋其他值。喺頁面嘅詳細信息區域之中，你可以選擇 Show for a particular record 顯示特定記錄，以顯示詳細信息。根據異常類型，可以使用工序，例如對於以下異常類型，你可以資源分配備用資源、分配車間狀態、暫停 job order、重新計劃 job order、組件分配車間狀態、暫停 job order、重新安排 job order、過程內組件 in process assembly、重新調度 job order、quality、other 同埋 user define 分配替代資源、分配車間狀態、暫停 job order、重新計劃 job order。如果異常已更正，請選擇解決而關閉此記錄，然後將其從此頁面中刪除。使用 Add exceptions to affected jobs， 將異常添加到受影響嘅 job order 頁面，輸入受異常影響嘅其他 job order 工序嘅異常。